作者總天龍王界總老闆千 X 維度390300，故事夢幻島千版 0.1 至第三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52集，關於分身問題。現在本人管轄的或善優的 X 維度，關於分身升上維度的問題，已經可以不用投胎轉世也可以升維度，但需要購買出機牌、考試成功牌、購買升維度神數、購買食指定升維度食物和飲品、購買指定的神數牌或地區居民牌方可居住，還要購買升維度的空間居住衣服，還要洗澡特別的升維度的神數水，分身還要購買升維度穩定神數的身體數據，這樣就不會影響種主身日常健康，還需要購買升維度的身體，這樣方可以不影響種主身穩定升維度。另外還需要購買指定維度的煙和維度的火機，還需要兌換當地的維度貨幣，無論誰升維度也要以上的配套，還需要最少當地綠卡或以上身份方可居住。如果沒有這些配套，你們升維度也會給 X 數據指令驅趕離開維度空間航下本新維度空間。